即馬在中華的萬東就是當咧施作，也毋過呢，所有民眾是食酒了後，駛鐵牛啊車去到園林要做事，結果煞去弄到路邊的轎車。警方是照規定對這個駛鐵牛啊車的駕駛甲酒測，結果發現是有0.25毫克。即馬專案是照違反着公共危險罪嫌，移送中華地檢署偵辦。一擺免遮濟，好，來先吸把氣，吹氣。再來。警察對這位駕駛實施酒測，一個分落去，酒測值每公升竟然有0.25毫克。中華這位姓陳的駕駛，拜日下晡駛鐵牛車要去田的做事，結果無細力去弄到停佇路邊的車輛。警方接到報案到現場，照規定實施酒測，發現這位駕駛姓陳的駕駛，竟然是食酒賽車。車子撞到車子的後照鏡，有人跟他說過不去了，他硬要過，跟他講話他都聽不進去了。中華溪湖鎮拜日下晡發生鐵牛車弄到停佇路邊車輛的車號以外，加載無人受傷。52年次姓陳的駕駛酒測值超過標準，伊當場承認有啉酒，專案依照涉嫌危害公共危險罪，移送中華地檢署偵辦。現場為民眾駕駛農用機械擦撞停放路邊之自用小貨車，員警現場對駕駛農用機械之陳姓民眾施以酒測。酒測值達每公升0.25毫克。警察調查發現，這位姓陳的駕駛毋但食酒駛鐵牛車，閣無照規定掛農用車牌，除了涉嫌違反公共危險罪，移送法辦。無掛牌部分也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罰，上懸會當罰3萬元。記者楊淑嫻中華報道。